好，我叫 Jasmine。今天我有一些数学，它是百分比。我们开始吧。5%的200去掉0，5乘2等于10。8%的400去掉0，8乘4等于32。10%的250去掉0，1乘25等于25。20%的50去掉0，2乘5等于10。70%的30去掉0，7乘3等于21。12%的3000去掉2个0，12乘30等于360。谢谢你的观看，再见。